該。哎，你说就那酒店一晚上，有多少人打炮啊？你受刺激了？要我说啊，有多少个房间，就有多少对狗男女在打炮，这也不知道能造出多少孩子来了。走火入魔了你啊！我没走火入魔，我就是想要个孩子。有你这么要孩子的吗？你把一男的骗上床就是为了要他的精子啊？你这也太道德败壞了吧你！冬眠，我告訴你啊，你最好能夠找一個靠譜的男人，正兒八經的生一個孩子，好好的當一回媽媽。傻子你！我就是太正兒八經了，所以才把孩子他爸給嚇跑的。你當我不想找真愛？可你媽，你說怎麼找一個真愛過一輩子，怎麼這麼難啊！我靠！一輩子，哪那麼多一輩子啊？我告訴你，在你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，你隨時都有可能一頭撞見你那個最愛。最愛，我的最愛已經不存在了，真的。沒有對的人，誰都能是那個最愛。我不騙你，來，咖啡。別他媽作踐自己了，別喝了。baby， 你看着我，我問你，你愛齊明峰嗎？不愛他，你為什麼要跟他上床？為什麼要給他生孩子？是因為你空虛，你寂寞。哎 ，baby， 我以前是有最愛，我最愛的那個人是誰？你知道嗎？麥克。可是他怎麼樣了？他跟我去結婚，他就這樣握着我的手。他說：“親愛的。”無論貧窮與富有，不管